天乌海又搞早，上班时大声话做阵来打拼。头中头问一句，你有食饱未？人若先头若戆小摇，一个。啊，城市毋免去，路况报你知，落雨天着细致，雨伞爱会记。若无聊着考引，礼物送互你。新闻上市世界流行环境大名词。心爱的辣椒，你的情歌我来奉上 ，Facebook 去赞赞赞。大心的辣椒，绵绵海角，我用满腹温暖的声陪你。心爱的辣椒，你的情歌我来奉上 ，Facebook 去赞赞赞。大心的辣椒，天海角，我用满腹温暖的声陪你，一天过一天。乌海又搞早，上班时大声话做阵来打拼。头中头问一句，你有食饱未？人若先头若戆小摇，一个。啊，城市毋免急，路况报你知，落雨天着细致，雨伞爱会记。若无聊着考引，礼物送互你。新闻上市世界流行环境大名词。心爱的辣椒，你的情歌我来奉上 ，Facebook 去赞赞赞。大心的辣椒，天边海角。我用满腹温暖的声陪你，心爱的辣椒，你的情歌我来奉上 ，Facebook 去赞赞赞。大心的辣椒，天边海角。我用满腹温暖的声陪你，一天过一天。欢迎来到咱的报道联播网，我是今日的主持人吴淑敏。大家好，咱今日要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呢，非常的特别咯。伊是啥物人？当然唔免我加介绍，你若听到伊的声，恁就拢。比我更较熟好不好？伊什么人？周伟杰就是咱的彬哥啦。哎呦，苏明你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彬哥周伟杰。是啊，听我下当然你主持赛哈，但是听到苏明一下，我要甲你讲哈，因为这个普通下我被访问人嘛，就是歌手来啊，但是自己当歌手怎么办？总不能自己访问自己很尴尬。好尴尬，对啊。然后我就跟苏明讲说，苏明你可不可以帮这个忙哈？哦，他二话不说，他说我非常乐意耶，伟杰哥，我真的好希望可以来扮演这个角色，而且我等着你开口。真的，我已经 stand by 在那里。你开口，我等着你答应。哦，真的好开心哈！对啊，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合作哈，我听就明员工，你们俩好像在聊天啊。昨天就有听众朋友打电话来，对，公丁两个人美术刚才在开杠，我觉得这种味道好好哦。而且没有压力，而且没有设限说，因为一般咱若是访问别歌手，咱会去上主要去设定讲，咱大概要问伊啥物问题。
好，比如讲，那么美应该讲忽略他专辑里面的一些该问的问题，好，还是讲咱本身对这个歌曲的了解，咱来问一下。但是我刚刚我们两个的配合的那个默契是，我不用去想我要问你什么。然后你也不用想说你待会要怎么回答我，对啊，就是安尼啊，所以讲就自然啊。那时间过得很快，好像好快哦。今天第几天了？第5天了。怎么了？你那个哼？哪有啊？我们不是才刚聊吗？是啊，所以你看哈，时间过得有够紧啊。对，可是如果像你的歌里面哈，思念这么惆怅，想到第33天的，真的很烦。你不是用刚，你要用第33日，因为要押韵。你唱的时阵爱押韵唱日嘛？对啊。讲的时阵哪会当讲刚嘛？你管我主持人呢？你到底要我提醒你几天啊？今天已经来到第5天了，我今天是主持人，你一定要让那个麦克风小声一点吗？我音都爆了。我还要控音啊！控音，你还要控小一点，好累哦。好，主持人来。是，对啊，你就是。我刚忘了啦，我现在已经来到那个讲到哪里，然后就忘记。数量嘛，数量没尴尬啦。其实你的数量没尴尬，我这张专辑你真的讲对了，只是了哈，只是我不能把这张专辑叫做数量，因为数量本身这个名用的咧，不管是华语还是台语歌的这专辑里面已经用太多了，所以你看哈，其实我在写《今夜》的时阵，我跟凤娘唱的也是一种思念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对。第33日更是非常的想念，非常的思念哈。单台你若讲单台嘛有人用吼，真能力嘛有人用。单台做专辑有较松淡薄。拍谁，我提议你不介意，拍谁？个搞霸气。还包括那个字啊，要怎么下，怎么写。比如讲我要背，对不对？你要用什么样的字形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二姐的专辑叫什么？他那个很远走高飞，弯照高飞，你看那个字写多漂亮。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在设计上面还是要符合，还是有一点点对，要去做一些那个设计感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，今嘛那台语歌好像也借由这个二姐的带领之下，我们都越来越诗情画意。像伊的弯照高飞，咱知影讲这句话，当然来讲，但是咱真少会介意用伫咧歌内底，因为伊有较华语啦。华语感觉不是像你台语啦，对但是安尼念起来嘛，真好听啊，弯照高飞啊，因为它有这个整个韵脚的变化，弯照高飞，你唱歌还顺畅，其实这个词曲真的不容易，不容易。其实我觉得，有很多的部分就刚好是提醒我们，就是说你还可以变化，你为什么不要用？然后你又可以有一个指标学习的对象，我觉得这是非常难。像现在我的学习对象就是你就是尽量像现在你是打歌期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哪有代志，你无用做你啦，我会当来给你代班。安尼好，感谢感恩啊！安尼好，哈，谢谢。我非常乐意帮你代班。